願恩惠平安從我父上帝並救主耶穌基督歸於大眾。阿門。今日就創世記第32章呢段經文，可以話係雅各喺亞當路口一個好傳奇嘅經歷，亦都係一生嘅轉捩點。因為喺呢個經歷之前，上帝要讓佢經歷人生裏面一啲好大嘅體會，包括佢舅父拉班同佢4個太太身上見識到好多人性嘅醜陋，而呢啲嘅經歷對雅各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嘅。但係呢啲嘅經歷卻未能夠令到雅各完全放低咗依靠自己嘅性格，所以雅各渡口嘅經歷就係佢內心嘅經歷，係神從生命嘅深處碰到雅各，叫佢去改變。另外，雅各真係好需要有呢個雅各渡口嘅經歷，先能夠更加深深明白，無論自己點樣強，都要伏喺神嘅力量之下。故此，神要藉著雅各渡口嘅經歷，唔單止讓雅各睇到好多嘅嘢，結果靠自己實在係無能為力，並且同時亦都要讓佢睇到自己嘅軟弱，教佢學習真正嘅依靠，從而突破自己生命嘅盲點，活出一個俾神施恩賜福嘅生命。因此，當上帝要我哋去完成生命嘅呼召，活出生命嘅價值嘅時候，佢唔單止要我哋去面對應該要學習嘅功課，接受應該要歷練嘅挑戰，並且更加為我哋預備環境，讓我哋遇到各樣嘅處境或者人事物嘅時候，都帶領我哋進入佢嘅旨意同埋應許裏邊。好似亞伯拉罕要成為萬國之父，就必須要經歷過好多嘅歷練。另外，摩西、大衛亦都同樣要經歷呢啲生命嘅操練。所以弟兄姊妹，唔好以為自己係理所當然就可以成為一個合用嘅器皿，或者一個真正嘅門徒。如果我哋唔經過必要嘅歷練、操練、磨練，我哋嘅生命就冇辦法擔當到責任，亦都冇辦法完成使命，亦都唔可以得到尊榮。今日創世記呢段經文可以睇得到，雅各離開舅父拉班係出於上帝嘅安排，甚至可以話係上帝嘅容許，就係要實現上帝對雅各嘅應許。誠然，雅各過去係活喺佢自己計劃嘅人生裏邊，但而家上帝卻係要雅各開始活喺佢應許嘅祝福當中。然而雅各卻必須要先面對佢生命裏邊一啲嘅問題，就係即使上帝俾咗佢各樣嘅應許，但唔代表咗佢就唔需要去面對或者處理生命各種嘅問題。故此，上帝要喺雅各渡口安排一場摔跤比賽，就係要教導雅各、改變雅各，要雅各真真正正去面對成個生命裏邊3個好重要嘅功課。第一個功課就係認識自己嘅軟弱，睇到人睇唔見神。雅各雖然離開咗拉班屋企，踏上翻屋企嘅路，但當佢到雅各渡口嘅時候，佢所面對嘅就係要重回迦南地見佢哥哥，實在心裏面帶嚟好多未知嘅恐懼同埋擔憂。因為畢竟當日佢離開嘅時候係呃咗佢哥哥，用一個紅豆湯去換咗長子嘅名分同祝福。而聽雅各聽到使者話俾佢聽，佢哥哥帶住400人嚟迎接佢嘅時候，我諗佢心裏邊一定有一個好大嘅想，就係話點解哥哥要帶400個人嚟歡迎佢？所以雅各就向神禱告話：求你救我脫離我哥哥的手，脫離以掃的手，因為我怕他來殺我。可以睇到雅各呢個恐懼係因為佢曾經呃過哥哥嘅長子名分同埋祝福，以掃係絕對有理由可以咁樣對佢懷恨。不過雅各亦都明顯記得從前上帝對佢嘅應許，喺創世記第32章9節嗰度都好清楚。只可惜嘅就係雅各佢自己心裏邊信心好軟弱，而佢懼怕都表明咗佢對上帝係唔夠信心。縱使雅各睇到過去喺拉班手下20年，若果唔係佢爸爸以撒所敬畏嘅上帝，就係亞伯拉罕嘅神同佢同在，佢如今又點可以空手嘅而回呢？
但呢一刻當佢面對生死關頭嘅時候，佢似乎一啲把握都冇。就算過去佢可以點樣狡猾或者不擇手段都好，而家雅各卻親自對上帝話：我怕。可以睇到雅各雖然係狡猾，但係對神嘅禱告係真誠嘅。我哋諗下，從前喺伯特利嘅雅各，佢所着重嘅係一啲物質，所以佢話俾上帝聽：我要呢一啲嘢。而家佢卻係怕以掃要殺佢全家，於是就同上帝講：我怕。今日你聽到好多人話：我唔驚唔怕，實際上可能會怕得要死。所以雅各話俾神聽：我怕。我睇到雅各雖然表明自己信心不夠，但係總比好喺上帝面前虛假得多。結果雅各一邊禱告，一邊又為自己作好安排。喺創世記第32章度提到，佢吩咐僕人送厚禮去到以掃嗰度，希望呢一個厚禮可以減低咗以掃嘅怒氣。但係實際呢個安排係咪真係有效，我哋唔知道。不過為咗確保萬一跟住出現咗啲咩預計唔到嘅狀況，令不至於整個家族都受到虧損，於是就選擇先將家人安排兩隊送過河嗰邊，而心裏邊諗，當以掃殺咗一隊嘅時候，仲有另外一隊可以逃走。其實雅各咁嘅安排，只係想成個家族不至於受到最大嘅一個虧損。所以我哋唔好話雅各嘅安排係錯誤嘅，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呢個權利安排自己屋企同埋財產，好叫佢哋能夠得到平安。不過雅各實在係靠自己多過上帝，可以見到依靠神其實就係雅各嘅後著嚟嘅。弟兄姊妹，今日實在太多人都當上帝係後著。難道我哋所相信嘅上帝真係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咩？當然唔係。但雅各卻係咁樣諗，喺呢一個絕望嘅時刻，佢咩方法都用晒，可以話機關算盡。而神嘅保守，我諗相信係佢眾多方法裏面唯一一個嘅最後嘅後著。不過雅各咁樣做，係咪真係令到佢有把握？從聖經嘅記載裏邊，我哋睇到雅各對平安係冇把握嘅。聖經喺第32章嗰度提到，佢帶住兩個妻子、兩個婢女、守一個孩子過咗雅各渡口，佢就自己一個人留喺呢度。我哋睇到雅各自己冇跟住過去，而係簡單嘅獨處，就證明咗佢唔係驚黑夜，亦都唔係驚孤獨，而係懼怕唔知道聽日將會點樣。其實如果按照一般人嘅情況，當我哋面對憂慮、恐懼呢個關口嘅時候，我哋總唔會一個人獨處，反而仲要多啲人陪自己壯壯膽。但係雅各卻係選擇一個人留喺河邊。從下文我哋就可以知道，佢獨自係向上帝禱告，為到自己前面嘅難關向上帝奮力嘅祈禱。所以喺患難裏邊投靠上帝，呢個就係雅各蒙恩嘅緣故。就正如詩篇34篇嗰度提到，義人呼求，耶和華聽見了，就拯救他們脫離一切患難。基督徒，你當係常將一切嘅事交託上帝，唔應該淨係單單喺有困難嘅時候先至去揾上帝。不過總比連最困難嘅時候，你連去揾上帝都唔去嘅話仲好。由於雅各嘅妻妾喺靈性上面真係比唔起雅各，所以佢先打發家人渡河，然後剩翻一個人，佢就可以專心嘅禱告。佢喺度雅各最重要嘅關頭，佢知道點樣擺脫一切嘅纏累，滿有決心嚟到神嘅面前，向上帝呼求。呢個就係蒙恩嘅秘訣。今日好多信徒同上帝嘅關係越嚟越疏遠，係因為我哋唔能夠擺脫世俗生活同埋物欲嘅纏繞，成日都話冇時間去親近上帝。呢一個實在比起將要臨嘅患難更加危險。雅各喺呢個時刻所需要嘅就係安靜，佢希望可以花啲嘅時間嚟禱告，因為從常理嚟睇，佢嘅安排實在係唔能夠保證佢一家人嘅平安。
安。倘若以掃真係擊殺咗頭一隊嘅話，後頭嗰一隊係咪真係可以幸免於難？冇人會知道。可以睇到雅各嘅安排就係一個緩衝，但係唔係一個保證。所以雅各心諗，明天可能已經冇命啦，何不以今晚我就靜靜一個人喺度。今日好多人面對心裏面恐懼嘅時候，好多時候不知所措，但有啲人佢會選擇獨處，因為獨處嘅時候，佢有重新整理自己生命嘅機會，俾自己安靜嘅時間同空間。所以對基督徒嚟講，有獨處嘅時間同空間，就能夠將重擔、憂慮、恐懼帶到去上帝嘅面前。故此，我哋一定要讓自己有獨處嘅時間，你先至會有機會去蛻變、重整、突破、成長。好似雅各獨處嘅過程裏邊，佢經歷到上帝安排咗一場摔跤，使佢可以經歷呢件事之後重新出發。點解好多嘅教會要求弟兄姊妹，我哋要多靈修、多禱告？因為呢啲嘅情況就係讓我哋能夠有一個獨處嘅時間，好讓我哋嘅生命可以突破、成長、調整、恢復、重新出發。點解教會要咁樣做？就係要讓我哋能夠喺獨處嘅過程裏邊學識交託、整理、領受同埋恢復我哋嘅前路。因此喺恐懼同憂慮裏邊，你獲得到啲咩嘅信息，或就將會決定咗你成為點樣嘅人，亦都會因為你嘅生命帶嚟嘅唔同嘅結局同埋結果。一般人遇到問題覺得恐懼嘅時候，就好中意去尋求宗教、求神問卜呢啲嘅幫助，希望透過接觸不同嘅宗教帶嚟不同嘅結果。但係個個宗教幾乎都係要你去修行、花錢消災、積功德，或者有啲所謂對等嘅等價交換嘅條件。但係我哋仍然都冇辦法得到安息嘅時候，有人就會唯一嘅選擇就係嚟揾上帝，佢願意去呼求呢一位睇嚟好似廉價嘅幫助者，因為上帝話俾我哋聽，只要呼求嘅時候，你就可以得救。上帝知道雅各心裏邊嘅恐懼同埋憂慮，所以雅各獨處嘅時候，上帝主動嘅嚟揾雅各。只不過佢嘅方式好特別，就係要直接同雅各摔跤。我相信上帝絕對唔係要趁機打擊雅各，絕對唔係要落井下石，讓雅各更加慘，而係要雅各嘅信心喺上帝嘅面前得着建立。所以上帝故意話俾你聽，你贏咗。其實上帝當然可以贏，而呢個唔係上帝要嚟嘅目的。就好似耶穌十字架上，當人嘲笑佢嘅時候，叫佢落嚟嘅時候，叫佢證明自己。耶穌當然可以做，但係冇選擇同世人一樣嘅睇法。佢俾人睇起嚟好似好失敗，佢輸咗。因為耶穌其實仲有一個重要嘅目的，就係要去完成佢嘅使命。我睇到上帝唔贏雅各，唔係雅各真係好犀利，而係上帝要雅各知道，佢可以不懼，不要佢可以唔需要懼怕，因為上帝要雅各知道，當佢同佢同在嘅時候，佢就有能力去勝過恐懼同埋仇敵。因此，當你喺恐懼、沮喪、憂愁嘅時候，你所睇到、所聽到、所接觸嘅人事物，往往就會影響咗你內心、你內在同埋心靈，繼而嘅就會改變你嘅行為。呢個改變究竟最終決定係將你帶到上帝嘅面前，定係讓你同上帝嘅關係更加離開得更遠？同樣呢個決定係咪真係可以能夠使你嗰個得勝嘅生活，定係讓你落一個更深嘅捆鎖裏邊？上帝喺雅各恐懼、憂慮、無助嘅時候去揾佢，為嘅就係要建立佢嘅信心，戰勝恐懼。所以要戰勝心裏邊嘅恐懼，最好嘅方法就係嚟到神嘅面前，寧願同上帝摔跤，亦都唔好獨自掙扎，亦都唔好盲從跟隨合神心意嘅做法。起碼你同上帝摔跤，無論結果點都好似雅各一樣，找斷到上帝不放，直到上帝俾你祝福為止。
直到你明白你可以靠住上帝嘅存在同埋力量，戰勝心裏面嘅恐懼，去面對所有嘅問題。第二個嘅功課就要對付自己嘅軟弱，就係本性嘅魯莽。有人話生命裏面最大嘅敵人就係自己。我哋嘅本性個性會影響我哋嘅行為，不過啲生命裏面嘅行為反應，我哋係冇意識嘅，但係佢係反射緊我哋直接就咁樣做咗出嚟。經文呢度提到喺雅各渡口有一個人嚟同雅各摔跤，直到黎明。根據創世記第32章28節嗰度提到，呢、個同雅各摔跤嘅就係上帝。其實喺英文欽定本同國際譯本裏邊都記成 God 呢個字，即係神自己。原文亦都話俾我哋聽 Elohim 呢個嘅字。所以從經文嘅研究嚟睇，雅各係喺度同神摔跤，而且後來雅各更加親近就係話：我面對面見了神，我嘅性命仍得保存。可以睇到雅各似乎認識到係神自己親自嚟同佢摔跤，而雅各同神摔跤呢個摔跤呢個字喺欽定本同 NIV 聖經裏邊譯做 struggle。按照呢個譯法，雅各唔係同人打交，而係同佢一路掙扎，不斷嘅掙扎落去。不過點解神要主動嚟同雅各摔跤？因為雅各一生裏邊，佢每次嚟必嘅就係要極力嘅爭勝到底。就好似佢同佢哥哥爭鬥，同佢舅父拉班爭鬥一樣，佢係大獲全勝。不過贏咗之後，導致嘅就係佢哋嘅關係全部係搞垮咗。佢嘅哥哥成為佢嘅敵人，佢嘅舅父成為佢嘅對頭。呢個係一個好勝嘅人常遇到嘅事情。爭鬥贏咗，但係輸咗係一場所謂嘅關係。咁呢個係咪真係一個勝利？箴言16章提到話俾我哋聽，人所行嘅仰望耶和華喜悅，耶和華也使仇敵與他和好。所以靠自己嘅力量，乜嘢都要爭勝到底嘅話，呢、個唔係一個上計。呢一次神親自同佢比拼，目的就係要試驗雅各。呢、個試驗係要試驗雅各嘅信心、膽量或者忍耐，更加係要試驗雅各應付困難嘅責任心。於是喺雅各為自己嘅困難禱告嘅時候，神就藉著人形嚟同佢摔跤。當時雅各冇逃走，而係傾盡全力同嗰人搏鬥，直到勝利為止。不過到底係上帝同雅各，不過到底係上帝要同雅各摔跤，定係雅各天生嘅個性就鍾意爭競？經文表面上睇嚟，上帝係要直接揾雅各摔跤。但實際上可能唔係咁單純，畢竟係一個銅錢敲唔響嘅，而且聖經只有一次提到神係同人摔跤，或者邊個問邊個摔跤，呢個唔係一個重點。重點嘅就係雅各總以為可以靠自己嘅力量得勝，所以上帝要雅各睇到自己本性上嘅問題，就係不自覺嘅咩嘢都要爭，冇意識咁。咩嘢都想用自己嘅方法去找住，連面對上帝或者使者都唔會放過，而且係要努力嘅去爭勝為止。呢一場嘅奇怪嘅摔跤，因為雅各並冇去問到點解你同我摔跤，雅各亦都冇問等一陣，我要問你係邊個，我邊度得罪過你，你要同我去摔跤，我贏咗有啲咩好處？我輸咗，我贏咗之後又會係點樣？反正有人嚟同佢摔跤，雅各第一個反應就係同佢拼命到底，直到贏為止。多數計照當時嘅時候，我哋嘅生命都係一樣，無論我哋嘅目的為咗啲咩都好，反正我哋最終想嘅就係要贏得，唔好輸。所以人好容易被魔鬼利用，激起鬥志，就係想要贏。但係點解要鬥？我哋唔清楚。點解一定要贏？我哋都唔知道。贏咗跟住會點，輸咗又會點？邊個會知道？但係我哋只係知一樣嘢，就係我哋唔可以輸，我哋要贏。呢個就成為咗我哋生命根深蒂固一個反射本能，甚至可以話我哋靈裏邊一個嘅捆綁。睇到聖經裏邊有幾多嘅例子，包括該隱唔能夠輸俾亞伯，結果就殺咗亞伯；掃羅因為唔
夠輸俾大衛，所以就追殺大衛。好多嘅時候，我哋靈裏邊嗰個真敬嘅本性，驅使我哋不斷嘅去鬥，不斷想去贏。結果我哋似乎贏咗好多外表想贏嘅嘢，但係佢係輸咗生命裏邊好多重要嘅嘢。無論係一對夫婦嘅嗌交、親子嘅爭執、朋友嘅相爭，好多時候為咗贏咗個面子就輸咗關係。咁嘅事情其實每日都我哋生活裏邊上演緊，鄰旁相爭、漁翁得利嘅教訓同例子，比比皆是出現喺我哋嘅生活當中。你爭我奪、兩敗俱傷嘅教訓，每日都好活生生咁喺我哋眼前上演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必須要面對自己嘅本性、老我。我哋要贏嘅係靈裏邊嘅罪性、自卑同驕傲。到底點解要爭？要爭啲乜嘢？好多人都唔知道。等到爭咗之後，先至發現原來係冇意思嘅，亦都失去咗好多嘅價值嘅事情。就如好多人去到啲特賣場去搶購嘅時候，搶咗好多貨翻嚟，哇！好開心，滿載而歸，成架車都裝滿晒。翻到屋企坐低之後諗下，點解我要買咁多嘢翻嚟咧？真係好傻嘅，有時覺得自己。今日雅各亦都一樣，上帝同雅各摔跤，表面上佢係贏咗，但事實上雅各換來嘅就係隻腳跛咗。試諗下，表面上贏咗上帝比較有意義。第一個跛腳嘅人生更加有價值。如果俾你選擇，冇咗隻腳嘅人生，定係一場摔跤比賽得勝嘅獎座，邊一個係生命裏邊最重要嘅祝福？上帝要雅各同我哋睇到生命嘅本性嘅問題，唔係咩都要爭都要贏。生命有一啲嘢比啲更加重要，就係一個健全嘅生命。上帝透過摔跤，透過雅各嘅強腿，讓佢明白健康嘅生命更加勝過一切。打贏咗上帝唔係明智嘅選擇，讓上帝贏我哋，帶領我哋，保護我哋，先係最聰明嘅選擇。有時候上帝會讓我哋同佢摔跤，係為咗要藉機會改變我哋嘅本性，破碎我哋心裏面嘅老我，使我哋能夠真真正正嘅降服喺上帝嘅面前，讓上帝成為我哋生命嘅祝福、力量、幫助、倚靠同埋拯救。呢個都係比贏上帝更加重要、更寶貴、更有價值嘅事情。從某個上角度嚟睇，同上帝摔跤係有益處，係有意義，但唔係縱容自己常常要同上帝摔跤。如果你唔能夠對付心裏邊嘅老我，讓神改變你本性嘅問題，你就要知道你將會受更多嘅苦楚。第三個功課就要徹底對付自己嘅軟弱。自從雅各出世之後，因為想成為第一個出生，就唔想做次子，於是就找住哥哥嘅出生。呢一種找住嘅機心，就好似成為咗雅各一生嘅本能。所以往後佢一直都努力要去找住人生裏邊每個機會，讓自己可以得到最大最重要嘅利益。好似當佢知道原來喺以色列嘅傳統裏邊，長子係可以得到雙倍嘅祝福，可以承受家業，於是佢對自己點解成為一個第二嘅仔覺得好唔服氣，於是為咗爭長子名分，一直等機會，直到有一日佢透過哥哥以掃打獵翻嚟，好疲倦嘅時候，就用一碗湯去換咗呢個長子嘅名分。可以睇到雅各真係一個好有機心同狡猾嘅人。不過我哋前面一啲，如果你話佢係一個機心又狡猾嘅人，不如我哋就係話，可能係咪佢爸爸根本都冇一個好嘅家庭道德嘅教育？我哋睇下佢爸爸以撒喺創世記25章度提到，以撒愛以掃，因為常吃他的野味。試諗下一個缺乏自制、自己肚腹嘅爸爸，結果就造就咗雅各利用爸爸貪食嘅弱點，奪去咗哥哥長子嘅祝福。至於雅各嘅媽媽利百加，同一段經文裏面提到，卻愛雅各。諗下一個只係自知溺愛孩子嘅母親，點會能夠使到雅各成為直情會就導致到雅各成為一個驕寵任性嘅孩子？
況且喺雅各騙取長子祝福上面，創世記27章1至17節好清楚提到呢一個嘅整件事件嘅主謀，其實就係佢媽媽。因為當佢知道以撒想喺臨死之前為大兒子以掃祝福嘅話，於是就寧願冒住被咒詛嘅危險，吩咐雅各去扮以掃去騙取呢個嘅祝福。我睇到利百加呢個騙局令到人好心寒，因為佢要奪走嘅係佢丈夫雅各嘅父親，係整個家庭好似就一個電視劇裏邊宮心計一樣，難有一日會安寧。其實當利百加懷孕嘅時候，神已經話俾佢聽，兩族係從你身上出嚟嘅，只係利百加唔信靠上帝嘅應許，以為用自己嘅詭計可以成就上帝嘅旨意，結果因為受到唔純正嘅野心所驅使，將自己嘅詭詐唔信服上帝、不擇手段呢啲嘅伎倆傳授咗俾雅各。於是雅各因為睇重上帝嘅祝福，佢知道喺一個祝福嘅背後有住上帝嘅應許，而個應許裏邊就有上帝嘅保證喺佢後面等住，所以佢就好渴想得到呢個祝福，於是用咗錯誤嘅手段，用咗欺騙嘅方式嚟奪得呢個長子嘅祝福。佢睇到過去嘅雅各，佢想要得到嘅就係自己嘅力量、詭詐方法去找住，結果就讓佢找到長子嘅名分、長子嘅祝福、母親嘅寵愛同埋所愛嘅拉結、想要嘅羊群，包括好多嘅嘢。所以雅各嘅心裏邊一定有相當嘅自豪感同驕傲。我就係覺得我做到晒所有嘢，好似當佢面對上帝嘅時候，佢都認為自己努力嘅，只要去找住，就必定可以得到祝福。只不過當佢同上帝摔跤嘅時候，佢發覺唔係一樣，佢唔可以靠自己力量、詭詐方法再得勝。雅各似乎開始要降低自己嘅態度，放低咗個身段。雖然佢仲係努力嘅去找住，但係或者因為佢自知無力去扭轉任何嘅嘢，於是就改變咗自己嘅態度。佢唔要俾佢祝福，亦都唔俾佢走。事實上，如果上帝真係要走，邊個能夠攔得住？但係呢個時候雅各好心知肚明，唔係佢自己能夠找住或者留低啲乜嘢，因為已經跛咗。佢都知道同佢出交嘅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嘅常人，而係一個好有能力嘅人。所以佢改變咗原先嘅態度同立場，從要求嘅姿態轉為祈求嘅心態，係一種下對上嘅祈求，甚至係可以話賴死嘅祈求，非要不可嘅去祈求。呢一個雅各必須對付並且放低所有得勝嘅氣勢、驕傲嘅本性、真敬嘅慾望，佢必須要面對改變生命同埋本性一切嘅一場嘅摔跤。雅各曾經好大言不慚到上帝講，佢話：上帝，如果你唔同我同在，喺我所行嘅路上保佑我就又唔俾我食衣着穿嘅時候，使我平安翻到我父家，我就必以耶和華你為我嘅上帝。我睇到雅各擺出一副好似我願意俾你表現睇睇你嘅態度係點樣。好多時候弟兄姊妹，我哋對上帝都能抱住呢一種嘅態度，我哋好似俾緊上帝一個機會。如果上帝嘅表現好啲，我哋就俾上帝一啲嘅回饋；如果上帝嘅表現唔好嘅話，或者唔達到我哋嘅標準同要求，我哋就覺得好抱怨，甚至我哋怪點解上帝你唔幫我哋。雅各好明白，原來自己嘅力量係有限，原來唔係所有嘅嘢都可以靠自己，所以佢轉移嘅找住上帝，開始求去俾佢祝福，唔係就唔俾佢走。而呢度所講嘅不給我祝福，我就不讓你走，可以睇到最終上帝亦都冇俾雅各實際嘅祝福，只係俾咗佢一個新嘅名字叫以色列。過去雅各嘅名字係找住嘅意思，而家呢個新嘅名字就係講到無論係與神與人較力，佢都能夠得勝。其實以色列呢個字係由兩個字去組成，頭一部分係歌呢個字，第二個部分係揮彈，係一個爭鬥者，兩個字加埋一齊就係同神爭鬥，一個歌揮彈。
所以識別呢個名字亦可以詮釋為上帝得勝嘅意思。因此雅各得到嘅唔係實際嘅祝福，只係名字嘅改變。呢個名字卻係代表咗一個宣告、一個提醒、一個應許嘅祝福。但係得著呢個祝福應許嘅實現，就必須要照住上帝所宣告、所提醒、所應許嘅，去操練自己嘅生命，改變自己嘅認知。故此呢個新嘅名字對雅各嚟講係一個冇辦法磨滅嘅一個記號。就正如創世記32章3節提到，上帝對佢最大嘅祝福就係使到佢殘廢。因為當雅各殘廢咗之後，佢就更加唔能夠靠自己逃脫咗以掃嘅追殺，亦都冇條件再同人爭鬥。看到神嘅祝福往往同人所期望嘅真有一段落差，因為人以為係咒詛，但可能喺神裏邊係祝福嚟嘅。相反，人以為係祝福嘅時候，喺神睇嚟未必係一樣。所以弟兄姊妹，希望大家都能夠諗一諗，如果神俾你祝福，你想神祝福你乜嘢？而你係真正睇到上帝嘅祝福嗎？其實我哋人生裏邊唔知幾多嘅時候，我哋以為係難關，原來到頭來卻係幽谷中嘅祝福。上帝讓雅各成為瘸腿，使冇辦法隨心所欲嘅去找住自己想得到嘅。雅各嘅生命亦都讓雅各嘅生命去改變，讓佢知道以往佢從我能去改變成我不能，繼而到認知上帝係凡事都能。好讓雅各能夠徹底放低心裏邊嘅驕傲，學習更深嘅倚靠上帝。故此過去嘅雅各有行為上嘅能力，讓佢可以為所欲為，得到想要嘅，亦都讓可以樣樣都反敗為勝。但而家佢跛咗，佢係用任何嘅方式都冇辦法改變得到。佢知道靠自己去找住再冇用啦，明白到找呢個靠自己嘅能力得到嘅嘢係錯嘅，而佢求嘅就係上帝嘅憐憫同旨意，所以只會謙卑嘅去祈求。雅各知道自己必須要依靠上帝嘅憐憫，佢知道同佢摔跤嘅係上帝，佢知道能夠見到上帝嘅面不至於死，係出於上帝嘅憐憫。佢知道自己冇贏，知道自己嘅未來只能夠依靠上帝嘅憐憫、恩惠慈愛。佢知道只能夠謙卑嘅祈求，而唔係理所當然一定會得到。有時候上帝容讓我哋同佢摔跤，係為咗要讓我哋明白自己嘅有限，為咗要除去我哋裏邊嘅驕傲自義。當我哋認為自己係何等嘅有限、何等渺小、何等脆弱嘅時候，我哋就先至重新認知到上帝嘅偉大，我哋先至會謙卑嘅去尋求、倚靠、信服佢，先能夠真真正正得到上帝嘅賜福同埋幫助。因此，弟兄姊妹，上帝同你摔跤真係唔係一件壞事，但如果我哋唔從摔跤嘅裏邊學習上帝要我哋學習嘅功課，咁我就唔保證上帝會唔會下一次再會陪你去摔跤。但係唔好以為上帝會日日都同你摔跤，正如先知拿鴻書裏面警告話我哋聽，他發怒恨，誰能立得住呢？他發烈怒，誰能當得起呢？故此，如果今日上帝陪你摔跤，你就要心存感恩，唔好抱怨，因為要從上帝陪你摔跤嘅過程裏邊，好好咁對付裏邊嘅恐懼，對付老我嘅本性同埋自恃嘅驕傲。呢個就係上帝願意陪我哋摔跤嘅目的，亦都係我哋需要學習嘅功課，需要作出嘅改變，更加係我哋需要得勝嘅敵人。因此，我哋要喺上帝嘅賜福當中成為一個得勝者。不過，我哋唔係勝過上帝嘅得勝者，又係要勝過恐懼、勝過老我、勝過驕傲、勝過仇敵嘅得勝者。但願主施恩加力喺我哋基督徒嘅生命裏邊能夠有蛻變，每日我哋嘅生命都能夠帶嚟真正嘅得勝。因此有兩個問題，我可以同大家想去分享一下。第一就係神今日讓你睇到啲咩軟弱，而家你願唔願意悔改，定係繼續去掙扎靠自己落去呢？真係如果我哋唔趁住天使嘅手仲未摸到你嘅時候，我哋就要應該向上帝低頭俯伏。第二，有冇諗過？如果我哋嘅生命裏邊冇上帝嘅話，
你估你嘅生命今日會變成點樣？你嘅每日嘅生命裏邊，你所遭遇嘅事情，你又會點樣去處理咧？願主真係幫助大家，用一齊低頭禱告。天父，我哋去感謝你，因為你每一次嚟到我哋嘅面前，你同我哋摔跤嘅時候，就係要去讓我哋改變我哋嘅生命。但係求主你俾我哋能夠明白，我哋同我哋摔跤，唔係每日都喺度摔跤，而係你喺我哋最困難、我哋最軟弱嘅時候，你要俾我哋睇到我哋自己嘅軟弱。求天父你就幫助我哋能夠好好咁去面對我哋嘅真我，以至我哋能夠從我哋嘅生命嘅本相裏邊揾翻我哋自己嘅真我，以至我哋能夠完全將我哋生命能夠去託付喺你嘅手中，讓你帶領我哋走呢條人生嘅道路。求你叫我哋唔好靠自己嘅聰明智慧去過我哋嘅生活，我哋任何嘅時候裏邊都要靠主你嗰個得勝嘅生活。就求天父你繼續施恩幫助弟兄姊妹，能夠同心合意一齊過一個合你喜悅嘅生命，讓我哋能夠得著你更大嘅祝福、更大嘅保護。我哋就交到主耶穌得勝嘅名。